受参与台市引发行动学院的长辈将近1000位，拢组织伫查尾拉农场，展现因这一冬来学习成果。其中静台第二班透过老师的引带，每一摆泡茶、品茶过程，拢会当感受到地方甲意境。另外，书法班除了展现书法功力的作品，现场嘛小少做伙写毛笔，成为疏解压力真好的方法。你大家分享时，长辈嘛到伫陕西所有的创意学习，将家己心爱相片印伫杯仔等各种物品，成为独一无二的回忆。我们都还没有接触到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的困难。可是当我们老师有细心，在我们跟我们讲解的时候，哇，大家学的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高兴，大家都蛮有成就感的哦。要叫他们去做一个编修，然后再做一个图片的排版啊，然后还有一个调亮的部分。那其实在课程的最后的部分呢，可以产出自己的专属的一个个人的杯子，还有胸章的部分以及照片的部分，这些都是我们长者自己做出来的，非常的不容易，真的。现场除了静台电视以外，透过歌唱舞蹈，嘛是真济时段展现健康活力的载价，加上中性、中性、进步加白刷等视力，结合运动健康加音乐科学的整个演出，拢得到热烈的回响。高龄产业中心会推这个动作到社区，就是希望大家有好的激励，能够在生活中带进我们的随时日常，我们可以处理，然后让我们的肌肉健康，让我们的声带好，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智能，达到快乐健康的人生。虽然东港也落雨，不过看见所有长辈拢无缺席，相当有精神，跨越年龄的界线来开创因退休以后的生活风貌。我们的银发族能够在变老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有创意的变老，能够在这个往这个成长变老的过程里面，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。我们希望可以让长辈们都能够活到老学到老，然后在台南呢可以活得更好，过得更好，安心养老。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，告诉我们的台南市的长辈，我们有一系列的重阳节的一个系列的活动，可以让大家共同参与，共同在我们台南能够有一个快乐的老年生活。所有长辈分享都来展现学习的成果，嘛互因找到自信、快乐加新的生活价值。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。